各位兄姐平安。我们聚会还有2分钟要开始，要麻烦铁三角我们的同工尽量把前面的座位补齐，那也请把手机关机或开飞行模式，让我们用预备的心预备我们的聚会。Staring into your eyes makes my heart come alive。 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！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！平安！好，我们预备好我们的心，要来敬拜神。邀请大家从座位上起立。我知道大家看到彼此非常的开心。我们现在将我们的专注定睛在神的身上。今天是个很特别的日子，今天叫做圣灵降临节。邀请大家跟我说一次：圣灵降临节。圣灵降临节。没错，所以就在今天呢，圣灵的风也来了，因此我们今天开始有冷气了。感谢神。我们一起闭上眼睛，我们的手举起来。邀请圣灵进到我们的心中。当我们把手举起来的时候，就代表我降服，我愿意敞开我自己的心来接受圣灵。代表说我将一切的忧虑，一切的让我烦躁的事情都交托给神，因为在这个时候，就是只有我们自己跟圣灵最棒的相遇的时刻。自己开口来祷告，邀请圣灵进来，敞开我们的心，邀请圣灵进来。哈利路亚！圣灵，我们邀请你来，住在我们心中，谢谢你，圣灵中好爱好爱圣灵说：“孩子，在这个时候，放下你一切的忧虑，放下你一切担心的事情。你身体有疾病的，现在也先不要去忧虑；还有工作还没做完的，有业绩的，现在也先不要忧虑，就单单的来到圣灵的面前。这就是我们这个时候，就是我们与圣灵约会的时间。我们专注在这当下，专注在神的身上。”当我们愿意敞开自己，神的圣灵就愿意大大充满。当我们叩门，神就为我们开门；我们
寻找的就必寻见。我们一起来说：圣灵，我欢迎你，圣灵，我欢迎你，欢迎你住在我的心里，欢迎你住在我的心里。圣灵，我渴慕你，圣灵，我渴慕你，圣灵，我渴慕你的充满，圣灵，我渴慕你的充满。这时候，我们一起用主祷文，我们一起来祷告。我们在天上的父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凶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，阿们。我们一起大声来赞美神，因为圣灵的能力充满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就已经得胜了。阿们，阿们。邀请弟兄姐妹对你旁边露出最大的微笑，再告诉他说：“我是得胜的基督徒。”星星看见流奶与蜜之地，星星跟随云柱火柱带领，甩开不信之宣告你的话语，在巨人面前。来敬拜神，盼望能力都
让圣灵的力量在我们心中，我们就是得胜的基督徒。阿们，阿们。哈利路亚！将一切赞美都归给神。哈利路亚！你告诉旁边的弟兄姐妹，跟他说，你是属神的唱跳歌手。阿们，阿们。感谢主，圣灵已经在我们当中。阿们吗？宣告，儿女们啊，儿女们啊，你们要说预言；少年人啊，你要接异象；老年人啊，你们要做异梦。主的灵浇灌你们，儿女们啊，你们要说预言；少年人啊，你要接异象；老年人啊，你们要做异梦。主的灵浇灌你们。神灵，神灵，欢迎你来。神灵，神灵，但愿降临我们中间。归给圣灵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是的，圣灵，我们好爱好爱你。是的，如果我们不开口赞美，连地上的石头都要来歌唱，连天使天君都呼求的圣洁圣洁。因此，我们属神的百姓，我们一起呼求圣洁来敬拜神。
请你来，充满在这里。我渴望更认识你，更深地经历。神灵，请你来，改变我心意，开我眼睛，开我耳，让我更多认识你。神灵，神灵，请你来，神灵，请你来，充满在这里。是的，我们渴慕，我渴望更认识你，更深地经历。神灵，我们欢迎，请你来，改变我的心，改变我心意，开我眼睛，开我耳，让我更多认识你。高举手来呼求，我呼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归我主，我遵从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我主。我呼求，我呼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归我主，我遵从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我主。圣灵，请你来，圣灵，请你来，充满在这里。是的，圣灵就在这里。我渴望更认识你，更深地经历。圣灵此时此刻就拥抱着我们。圣灵，请你来，求你来改变，改变我心意，来开我眼睛，开我眼睛，开我耳朵，开我耳，让我更多认识你。我呼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归我主，我遵从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。再次宣告，我呼求，我呼求圣洁，圣洁归我主，我遵从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我主。一起来宣告，大大张口。
我尊崇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我主，就圣洁，圣洁，圣洁归我主。你让你里面完全的被圣灵来充满。继续唱。荣耀，荣耀归我主。圣灵是工作的神，圣灵是荣耀的神，圣灵也是做洁净工作的圣灵。阿们。阿们。弟兄姐妹们，当我们在这一首诗歌的运行里面，圣灵已经在你的里面了。阿们吗？阿们。你求圣灵说，圣灵把我里面那些不属神的意念，包括我所犯的罪，主啊，完全的除去我，因为我要成为圣洁的人，因为神你是圣洁的，人若不圣洁，如何来见神的面？是，所以我们在敬拜的时候，神要带下那洁净的能力在我们里面。弟兄姐妹，在这个时刻也是我们伸出我们祷告的手，要来为我们的教会。今天是圣灵降临节，也是我们永光教会54周年。圣灵降临节就是五旬节的降临节，五旬节降临节就是全地教会的生日，因为有圣灵的降临，才产生了教会。阿们。弟兄姐妹，这个时候我们要来 RPG 的祷告，为我们的永光教会能够成为一个圣灵的教会。阿们。阿们。每一个弟兄姐妹被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你的生命可以更新，你讲话的方式你会改变，你的逻辑观念你会调整，你的方向会被神改变。阿们。我们就是需要这样的圣灵来引导我们，好吗？我们为我们的教会能够被圣灵大大来充满，我们来 RPG 的祷告。讲两个人，我们来两个人来 RPG 的祷告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！大声开口的来宣告，让圣灵充满的教会是一个喜乐的教会，是一个有智慧的教会，有医治的教会。圣灵充满每一位，哈利路亚！哈利路亚，圣灵，哈利路亚，主的感谢了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的感谢了，哈利路亚，我的哈利路亚，主的感谢了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主的巴卡拉拉，主的感谢，耶的拉，主的。求圣洁，圣洁，圣洁归我主，我尊崇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我主，我呼求圣洁。
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弟兄姐妹，当你跟你的 partner 在 RPG 的时候，你有没有领受到那个圣灵充满在你的里头？阿门吗？阿门。哈利路亚，这是确信的，不要怀疑。当我们在唱这一首诗歌的时候，我们呼求圣灵，因为圣灵是圣洁的，这个时候他要用圣灵的圣洁来洁净你的污秽。所以当我们在唱这一首诗歌的你心里面一边祷告，主啊，我还有在哪一个罪恶黑暗当中，别人不知道，但是神你清楚察验。主啊，求你来挪开，让我那一些的罪恶肮脏的事情都离开我，我的心单单要向着圣洁的神。阿们吗？阿们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带着一个悔改的心说，圣灵来饶恕我，赦免我，赦免我。当我们在唱的时候，我们把我们的心交在圣灵的手中，他必做成这美丽的事来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呼求，举起我们的手，哈利路亚。呼求神。你自己在这个里面呼求悔改，这个圣洁的洁净的能力就必降下来。我主，我遵从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我主，我呼求圣洁。这个圣洁是否定的，是神要给你的。圣洁归我主，我遵从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我主。弟兄姐妹来，我呼求，我呼求圣洁，是你唱给圣灵听的。圣洁，圣洁归是你唱给圣灵听的。我遵从你荣耀，荣耀，荣耀归我主。你有感受到圣灵运行在你的里面的，运行在这周边的，你有领受到的，请举手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当你越专注定睛在基督身上，你很快就能够领受到，领受到圣灵就是在这里。我们来这里就是圣灵带领我们，因为唯有圣灵的带领，我们才能够用圣洁的心、谦卑的心、尊荣的心来敬拜我们的神。阿们吗？跟旁边的弟兄姐妹，你跟他说：圣灵好喜悦你，圣灵好喜悦你。我们把掌声给圣灵，好不好？哈利路亚。再来一个哦，来，牧师要问你在我们的培育学校里边都会问，牧师都会问圣灵在你身体的哪一个角落，你比出来。圣灵现在在哪一个角落，你比出来。比如说在这里，在这里，在这里。好，来，你用心去感受圣灵在哪里。好，来，你用指头比出来。这表示说你跟圣灵的关系不一样，你可以很清楚的感受到他在哪里，不是就在我们心里面啊，他可能在背后，他可能在这里。那你有比出他的位置，对不对？那你就往那个位置跟他赞美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是圣灵的教会，因此我们对圣灵要格外的敏锐。圣灵会说：哇，我好喜悦，我好爱你们。阿们吗？阿们。跟旁边人跟他说：我好爱你，我好爱你。大家请坐。现在我们来攻读圣经。圣经记载在诗篇84篇第一节到第4节，第10节到第12节。请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可爱！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院宇，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。
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啊，在你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抱雏之窝。如此住在你殿中的，变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千日。宁可在我神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和荣耀。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，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万军之耶和华啊，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现在我们要请本堂周敬荣牧师来证道，他要讲的题目是“筑起幸福的居所”。筑起幸福的居所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让我们可以在这里坐得满满的，一起来敬拜神。我们坐满，神的恩典就更满。阿们。这是我们所盼望的。今天有没有在这里的礼拜是不是舒服多了？有没有？你看隔壁说冷气很舒服。感谢主哈。那过去的日子我们一起走过哈，一起走过流汗，然后拍掌还是流汗哈，然后拿着什么扇子啦哈，带着小电风扇。我听说上个礼拜有一个人还特别去买了一个电风扇，小电风扇结果发现说来就不用用，因为上个礼拜就有冷气了。没关系，回家用路上用都可以用的哈。感谢主哈。好，我们一起举起我们右手来，一起来宣告。来，圣经是我生命的保障，人生的灯塔，能力的源头。我宣告，我信心百倍，喜乐满溢。我有属天价值，活出美好。阿们。感谢主哈。那今天刚才潘牧师有跟我们说，亚伦传道也跟我们说，今天是圣灵降临节哈。圣灵降临节，在教会还没建立以前，耶稣要升天以前，跟门徒说，你们不要四散，不要回到家乡，你们要聚集在耶路撒冷，因为要等候，等候什么呢？等候圣灵的降临。那我们也知道，这圣灵的降临开启了教会，所以这是一个极棒的一个连结。所以我们追根究底，说教会是怎么建立的，我们就知道那是从圣灵降临在我们当中开始，就建立起了教会。那从那一些原来胆怯害怕几乎快四处逃亡的门徒，他们圣灵降临以后，他们脱胎换骨，成为一个大能的勇士。借着经历耶稣的大能，复活的大能，他们传扬耶稣基督的救恩。所以我们看见那时候一天就有2000人、3000人归主的名下。我们感谢主，我们的教会要在6月7号要有施洗的，目前报名8位，我们就好高兴了，对不对？哇那我们更巴望我们所幸福小组启发课程能够带领更多人还有1-2个礼拜我们邀请他们赶快来决志归入主的名下，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人生的转捩点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让我们明白我们耶稣所应许给我们的，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，你们就必得着能力，并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、撒玛利亚，直到地极，做我的见证。这样的应许有没有成就了？有，已经成就了。而且我们也继续接受、领受这份应许，继续在传扬基督的福音，直到地极哈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既然是圣灵，我们就更明白，其实在旧约神就有启示先知，让他们明白，先知从神领受就宣告说，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说，不是依靠势力，不是依靠才能，乃是依靠我的灵，
方能成事。阿们。所以今天我们要成就神的圣工，要成就神的祝福，绝不是依靠我有多少的势力，我有多大的才能，我有多有智慧聪明，不是的，是依靠圣灵才能够成就。那棒不棒？那可见我们要清楚的明白，到新约的时候，使徒老约翰啊，在启示录当中，他也领受了从神所托付的宣扬这样的一个信息。他在启示录的7间教会当中，都重复的讲这样话：圣灵向众教会所说的话，凡有耳的都当听。圣灵向众教会，我们是教会吗？没有耳朵的举手，就没有嘛哈。所以众教会包括我们永光教会，有耳朵的是包括我们所有的，包括用手语也是啊，也是有语言可以了解哦，都当听。那我们应当听圣灵的声音吗？这是必要的啊，这是必要的。所以我们凡事都依靠上帝，听圣灵的声音，就能明白神的心意在哪里。如果今天我们既来到教会，我们还对圣灵有怀疑，还拒绝圣灵的声音、圣灵的感动的话，那你就甭来了，因为这是圣灵所建造的教会。阿们。让我们更积极来看圣灵的作为。我们知道在每一个人的身上，圣灵按着个人的需要，他随己意运行在我们当中，让我们可以去查验，去听清楚他的声音，让我们就知道怎么样走在他喜悦的道上。所以我们要听从圣灵的声音，必要吗？跟隔壁说这句话来，我们要听从圣灵的声音。是的，我们要听从圣灵的声音。我们是非常顺服圣灵的，我们乐意享有圣灵的同在，圣灵的浇灌，圣灵的充满，圣灵的作为就必在我们当中来彰显。所以感谢主，让我们今天透过诗篇84篇，我们一起来思考这个题目，是主起幸福的居所哈。5月我们教会就是家庭月，对不对？那从诗篇第84篇，这是上个礼拜五我们读经计划的进度。那牧师期待我们要进入这个信息之前，让我们能够去想象一个画面，就在以色列当中，当他们节庆来到的时候，整个耶路撒冷挤满了人。从哪里来？不止从本地来的哦。从外乡的，从很远的地方的，他们都会至少1年有1次回到耶路撒冷圣殿来敬拜上帝。这一些人我们称他为朝圣者。这些人不是单独一个人来，他们会在家乡里面说：“这一次朝圣你要回去吗？哇，要的话你们几个人要回去，我们全家都回去。”你就可以想象快到耶路撒冷圣山的时候，有一大群的人从家乡来的，彼此的呼朋唤友的，彼此的彼此的扶持的慢慢的要走上那圣山去。一个家庭里面，爸爸妈妈他们彼此牵着手，各自带着孩子，孩子可能还年幼，哇，走不动了。爸爸妈妈会鼓励他：“快到了，再加油，再爬上去，还有一点点路程，不行吗？爸爸可以啊，不用，我要自己走。”可以去想象吗？哇，你就可以想象，哇，这些人呐，要朝圣的人，他们有很多共同的作为哦，就是在往上走的时候，有时候会很累，就怎么样，就开始唱诗歌。开始唱诗歌哦，荣耀荣耀哈利路亚，荣耀荣耀哈利路亚，哇，美在主耶稣，哇，几好朋友就是耶稣。我们都是朝圣者，你看有没有共鸣？大家就这样的彼此的鼓励，一直往这圣山走，
到了圣殿，哇，他们好喜乐，他们去发现，哇，整个建筑好宏伟啊！哇，你看建筑，不只看到建筑，看到很多自然的景物，看到飞鸟飞来飞去，哇，很特别，对不对？哇，这是朝圣者他们的经历哦。不是盼望我们今天就化为这朝圣者的这样的一个景象，转为你每一次来到教会的时候，每一次来到圣殿的时候，有这样的一个共鸣的那种感受，让我们每一次来到快到教会，看到我们的弟兄姐妹，哎呀 ，hello， 哇，要见面了，有没有？哇，今天几个人来，全家来，好棒哦，哎，很棒哦，哎，今天有服事吗？有，提早来了就是有服事。让我们这样的可以一起感受，在整个的心是向往神的殿的，整个心是以神为中心的。这就是今天我们透过诗篇84篇，我们一起来经历的。愿神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来说：来，我们是前来敬拜的朝圣者。再说一次，来，我们是前来敬拜的朝圣者。对，这就是我们今天我们一起来享受的。所以从这段经文里面，愿神帮助我们，当诗人这些朝圣的诗人，他们来到神的殿宇，在外院的时候，看见这样的一个景况的时候，他就大声的赞美神说：万军之耶和华，你的居所何等的可爱！为什么他有这样的心境，到处对耶和华神的欢呼赞美呢？其实第2节他就告诉我们，为什么他有这样，因为他说：我渴慕，我羡慕，可想耶和华的殿宇，我的心肠，我的肉体向永生神欢呼。阿们。因为他期待回来，就像一个流浪的孩子，总是期待可以回到家里一样。那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每一个礼拜回到这里，领受神的恩典话语，领受从牧师来的权柄，祝福大家，让我们在一个礼拜的忙碌当中，有神为我们的中心，明白我们凡事都为神而做的。当我们有一些带着疲惫，一些被攻击，或者是软弱不安，或者没有办法达到自己期待，或者是达到神的心意的时候，没关系，我们礼拜天总是可以回来，可以回家。回到哪里？回到神的殿，回到神的家。这就是我们所看见的，这是朝圣者他们经历过的，因为他是经历过神奇妙作为的，所以他即使这样，他就很渴慕更多亲近他，更多回到神的面前来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牧师问你一个礼拜当中，你最看重的时间点是那个时间点？你最看重的是哪一个时间点，你就可以把它划分出来，就了解你的心所向往的是什么。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一个看见哦。所以我们看诗人称耶和华为永生的上帝，永生的上帝，所以他渴慕的不是看到哇，我们的教会多么漂亮，多么好啊，有冷气了，圣灵降临了，有冷气了，更重要的，他的焦点是单单的仰望这位上帝，这是他的焦点，所以他称这位神是永活的上帝。很棒哦，我们的教会就是永活的上帝，世界的光，对不对？就永光嘛，哇，太棒了！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定义敬拜？怎么样来定义礼拜呢？每次你来到这里，你要定义你来这里的用途意义是什么，让我们很清楚的、非常清楚的来了解，原来礼拜就是要朝见上帝。我们一起来说，来，礼拜就是朝见上帝。是的，这就是我们来到这里的唯一的一个目的，主要的目的。我们来不是说牧师帮你打卡咯，小组长我来咯，不，我们更重要的是先朝见神的面，然后经历他的调整改变以后，经历他更多的同在以后，我们在弟兄姐妹当中，我们就更可以享受从耶稣基督来给我们的这一份完全
毫无保留的爱，这是我们可以享受最甜美的团契的一个主要的原因。所以诗人说，他就看见这个景物的时候，他就说：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神呐、在你的祭坛那里，麻雀为自己找着房屋，燕子为自己找着了什么抱雏之窝。很特别哦。他看到这个景象，他心想：这些麻雀、这些燕子，对我们来讲，它是多么的微小，但是竟然神容许他们在神的殿、神的祭坛那边可以自由的飞翔呢。如果连燕子、连麻雀都可以这样自由的在神的殿中来飞翔的，那我渴慕神的人，岂不被神所爱戴吗？这很棒哦。所以愿神给我们能够更明白，对你我在神的眼中是极其宝贝的，因为我们懂得敬拜他，我们懂得亲近他，我们懂得回到他的面前来更多经历他的同在跟恩典跟祝福。所以耶稣也告诉我们，不是吗？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耶稣所说的话。来，你们看那天上的飞鸟，也不种也不收，也不积蓄在仓里，你们的天父尚且养活它，你们不比飞鸟贵重得多吗？马太福音6章26。对，这是耶稣提醒我们的，告诉我们的。对，连飞鸟神都养活它，那我们还为自己的存活，还要再不断的这样背着重担、劳苦、烦恼的过日子吗？愿神给我们有这样的智慧，能够看见。所以诗人就如此告诉我们说：万军之耶和华，我的王，我的上帝呀！他宣告，他把生命的顺位分清楚了，把神摆在第一，把渴慕神、回到神的家看成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时间点哦。所以这是我们可以看见的。所以愿神帮助我们。今天如果你用像诗人般的这些朝圣者的这样的角度来看，你今天回到神的殿，永光教会的礼拜堂，你有什么特别的感动没有？你有没有用你的眼睛来详细的观察，能够去体会？从上礼拜之前的到现在，整个教会礼拜堂，你有觉得有什么样不同没有？你知道吗？在我们设计整个这个建筑物的时候，牧师都赋予了它每一个建筑物的设计都有它的神学意涵。那你坐在这里的时候，你有去发现这些神学意涵没有？你有发现，为什么我们的柱子是这样子的？好像全世界的教会很少有柱子是这种形的。那你为什么会知道？为什么牧师会很清楚的这个形是表达我们什么吗？为什么这个还有灯光设计在那边，跟我们的信仰有什么关系没有？这个主墙到底是有什么意涵没有？当你越了解原来设计的内涵的，每次你来到这里，你总是要说：主啊，谢谢你，透过建筑物都在诉说你奇妙的作为，也愿你帮助我成为你受造你的宝贝，让我更亲近你的时候，更能够经验你的同在。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，愿神给我们有这样清楚的看见。柱子是什么意思？这个柱子就是赞美的姿势，有没有？我们的柱子是这种型的，对不对？就一个人最美的姿势，所有的动物没有一种动物能够像人这样，像牧师这样高举双手这么久，顶天立地，然后仰头说：主啊，一切都归于你，赞美你，唯有你配得一切的尊荣。主啊，你也看我是双手空空的，我把所有的就交你手中了，有没有？主啊，求你带领我，带领抓住神的手，有没有？主啊，求你带领我，主啊，引导我，圣灵啊，求你充满我，有没有？
这是人最美的姿势。我们透过这样可以表达我们对神的爱，对神的回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就是我们礼拜堂所可以呈现给我们的。所以每次我们来到这里，你总是有一个感动，这个感动可以帮助你在信仰上更经历这一位神。所以我要把神摆在第一，阿们。你愿意吗？如果你愿意，跟隔壁说，我把神摆在第一，来。哎，对，把神摆在第一位哦，这是必要的哦。那接下来我们看诗人他怎么样来表达呢？他说：“如此住在你殿中的变为有福，他们仍要赞美你。”好像诗人有一种期待，能够住在神的殿中啊。好哦，所以我们就了解说，哎，原来神的殿就是属灵的家，就像我们教会一样，我们就是属灵的家。我们称为弟兄姐妹，对不对？对，我们有一位共同的阿爸父，就是天父。那我们感谢主，因为这是属灵的家，我们知道我们来到这里可以经历神的同在，可以更看见与神的连结，透过圣灵的感动，透过神的话语，透过我们的敬拜赞美，一起祷告，弟兄姐妹的关怀，这一切都是属灵的家可以享有的。如果离开这里呢？如果没有在属灵的家里面，这些我们没有办法得着。所以感谢主，透过因为这是神的家，神的同在，所以我们对他的感谢，对他的需求，都在这里可以成就一切的事情。所以感谢主，让我们能够了解。所以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读。来，有一件事，我曾求耶和华，我能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诗篇27篇第4到5节。哇，很棒哦！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要住在神的殿中。因为怎么样？因为我遇到患难的时候，他暗暗的在保守我。你遇到挑战、困难、疾病的时候，也许你用肉眼说：“主啊，你在哪里？你怎么没有帮助我呢？”不，你要了解，神必与我们同在。如果你是一个相信他的人，你就必要宣告，神对我们是不离不弃的，并且他告诉我们，在遭遇患难的时候啊，他会把我们藏在他帐篷里的隐秘处呢。哇，让敌人找不到我们以外，他也把我们看为珍珠宝贵，他手中的宝贵，不是吗？所以会放在他的帐幕的隐秘处哦。哇，这是很棒啊！所以我们是何等的被神所喜悦，这是你我要相信的一件事情了。好，那我们就从这里可以来体会看见一个朝圣者，他眼中所看这一些的美物，他心中所渴望的，岂不是我们每一位基督徒我们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？神赋予，因为你信他，给予你这样一个权利，也让你的人生清楚的有目标，你要喜乐的一生求神能够住在他的殿中，能够成为属灵的家，让你能够跟弟兄姐妹有极棒的连结。这个诗篇27篇有一个最美的诠释，可以让我们来了解。所以愿神给我们有清楚的了解，看见神把我们藏在他的隐秘处。阿们。所以你是住在哪里？我是住在全能神的隐秘处的。你呢？我们来宣告好不好？来，我们说，来，我住在全能神的隐秘处。阿们。对，我是被保护的，我是被供应的，我是可以心满意足的，我不怕任何的遭害的。阿们。这是你我可以确信的。所以愿神给我们从这里再能够看见。然后诗人在这里也告诉我们说，在你的院宇住一日，胜似在别处住千日。我宁可在神的殿中看门，不愿住在恶人的帐篷里。他有一个极强烈的对比，告诉我们，
让我们明白我们的生命好像有一个分水岭，那个分水岭就是在于你是住在哪里。如果你是在神的殿中，即便你是扫地的，你是看门的，那也是很尊贵的哦。神把你看为尊贵，才看你所做的，也许在人的眼中是卑微的，然而在神的眼中看你为尊贵，因为你是他所喜悦的儿女，你是他所服侍他的仆人，他当然喜悦你了。那如果我们选择了是在恶人的帐篷里面呢，即便恶人好像一直不断的捧我们，捧高高的，但是我们说捧得越高怎么样，摔得越重呢？对呀，现实的，我们看我们的台湾的政治的环境就知道。那你要怎么样定义自己，看待自己，这非常的关键啊。愿我们能够有这样的智慧，明白神的心意在哪里哈。OK， 好，所以诗人就说，因为什么？因为耶和华神是日头，是盾牌，要赐下恩惠与荣耀。他未尝留下一样好处，不给那些行动正直的人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对，因为神他用光引导我们。好，那些正直的人就走在神喜悦的道上，而那些蒙神喜悦的，他就赐下恩惠给他们，并且用盾牌来保护我们，并且他把一切的好处都赐给我们。这是我们所看见神的祝福在这其中。你我应该明白，这是神所喜悦的。所以最后诗人就说：万军之耶和华，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这是你的生命吗？这是你的选择吗？这是你活的见证吗？愿神给我们能够来了解，这就是我家你家的宣告。阿们。感谢主所以我们一起来宣告，来，上帝是我随时的帮助和力量。阿们，阿们。对，这是我们确信的一件事情OK， 那如果今天牧师说你是一个朝圣的诗人的话，你从教会的硬题到软实力，从敬拜跟祷告中，你有领受怎么样的感动没有？如果有的话，牧师期待你在这里结束以后，回家的路程，或者吃午餐或者晚餐跟家人同聚的时候，你要记得要分享今天的领受。我们家每一次礼拜晚都是有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时刻。好，今天有什么样的领受？今天我们的服事怎么样得力？看见弟兄姐妹彼此相爱，彼此的扶持，看到弟兄姐妹的用心的服事，我们都把荣耀颂赞都归给我们的神，好不好？让我们每一个家庭，我们夫妻跟孩子们，我们都有这样的一个共同的时间，因为我们一起来敬拜神，总不能白白的就把这个感动溜走了。不，最重要的是在你的家建立这样的一个分享的时刻，好不好？这很棒的我相信只要你像牧师家一样，每次礼拜晚服事晚总是有甜美的分享，我敢说半年后你的家属灵的氛围会提升，你的家那一种的彼此的那个距离会拉近，拉得越近更近更 close， 这是理所当然的。你确信吗？牧师敢打包票咯，好不好？今天开始回家就是要做这样的功课，这是必要的。好，所以你应该要期待跟家人来分享今天你的领受，因为这是主起幸福的居所的一种行动力。你是一个有行动力的人吗？是吗？阿们。所以我们一起更多的经历会有更多的祝福在我们当中好，有一个朋友写信给俄罗斯的作家杜格涅夫他的这个朋友提醒他说，他的感动，他的领受是人生最大的事，就是要把自己放在第二位杜格涅夫他
看着他的朋友的这封信以后，后来他回信给他的朋友，他说：“可是在我看来啊，决定什么把自己放在前面，也就是放在第一位啊，才是整个人生最大的问题哦。”哎，有没有道理？有时候我们退而求其次，自己做第二位，第一位是什么？把钱放在第一位，好，钱一分一厘都要斤斤计较，好，哇，那是就把钱放在第一位的人。你可以放手一点吗？你可以更放开一点，不是吗？你可以更享受哦，原来这个钱只是工具，可以帮助家人跟你亲近的或者需要的，让他们更多经历你的爱。哎，有的人把朋友放在第一位哦，不是家人。好，有的人把工作放在第一位，教会呢第三位。这是我们需要思考的。愿神让我们有好好的来思考。我们看诗人他是怎么样，这个画面是不是也可以成为你每次来敬拜神的这个画面，帮助你去更多去经历到这位神是值得我们全心全意来敬拜他的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如果你想抓，倒不如你抓住神，因为主应许给我们，你先求他的国跟他的义，然后呢，其余的怎么样，都要怎么样，加给你，是加给你呢，不是叫你努力去赚呢，不哦，先求神的国跟神的义，其余的都要加给你。愿神让我们有这样的智慧，这样的价值观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信心来筑起幸福的家园，让你的家更美好，是从你把神摆在第一位了。你分享，你敬拜，来服侍的喜乐，那个成果才是最重要的。不是说今天哪一个牛排哇好吃哦，哪一口才是最棒的，不是啦，绝对不是啦。好，这是我们在信仰上我们可以的。我们一起来宣告，来，我有信心筑起幸福的家园。再一次来，我有信心筑起幸福的家园。阿们。愿神帮助我们，让我们有这样的相信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读今天的经句，来，万军之耶和华，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诗篇84篇12节。再一次来，万军之耶和华，倚靠你的人变为有福。诗篇84篇。让我们起立好不好？我们更相信神的恩典丰富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我们越贴近他，就越领受他丰沛的恩典。阿们，阿们。好嘞，路亚，感谢主。主你永远与我同在，在你里面没有改变，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，一直到永远。靠你丰盛应许站立，我的未来在你手中，坚固磐石，却能战胜我敬拜你。我们跟神来敬拜他。危难临到我心靠你，甚至你必领我度过，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。当暴风雨向我靠近，有你同在，我不知畏惧。你是我
所依靠。每个夜，每一天，我知你永远在身边，主你永远与我同在，在你里面没有改变，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，一直到永远。靠你丰盛应许站立，我的未来在你手中，艰苦磐石却能战胜，我敬拜你。我们更相信，来宣告，来唱，哈利路亚。蔚蓝领导我心靠你，甚至你必领我度过，你心事为我坚持到最后。当暴风雨向我靠近，有你同在，有你同在，我不知畏惧。你是我牧者，你是我的牧者，我所依靠。每个夜，每一天，我知你永远在身边，主你永远与我同在，在你里面没有改变，你的坚定从昨日到今日，一直到永远。靠你丰盛应许站立，我的未来在你手中，艰苦磐石却能战胜，我敬拜你。牧师，请大家就在今天，你一定要把上帝摆在第一位。当你有这样的一个动作宣告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接下来跟主说：主啊，我把我生命最大的难题就在今天要交在你的手中，因为你既把它放在第一位，他就为你负责任。阿门。他给你坚固的磐石，让你可以站得稳，让你遇到患难的时候，他让你有隐秘处可以躲藏。这是神所应许的，好不好？如果今天你觉得你有要把你生命当中这难题交给神的，我们不看别人，你把你的手举起来，让牧师看见你有这样的决心，好不好？感谢主。好不好？你用信心宣告，你先跟牧师说：主啊，我把你摆在第一位，主啊，我把你摆在第一位，我也把我生命的难题交给你，我也把我生命的难题交给你，赐给我信心，赐给我信心，让我宣告，让我宣告，这难题主你拿走了，这难题主你拿走了，你为我开路了，你为我开路了，你给我新的眼光，你给我新的眼光，看见灿烂的未来，看见灿烂的未来。我相信我已得着，我相信我已得着。奉主的名祷告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，阿门。哈利路亚。是的，我们相信，我们宣告，我们已经得着。谢谢你听我们的祈求，奉耶稣的名祷告，阿门。永远与我同在，
的坚定，从昨日到今日，一直到永远。靠你丰盛应许站立，我的未来在你手中，坚固磐石，却能战胜我敬拜你。坚固磐石，却能战胜我敬拜你。再宣告一次，哈利路亚！坚固磐石，却能战胜我敬拜你。我们把荣耀的掌声归给我们的主，他配得一切的赞美。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，阿门。宝座在这里，运行为我，哈利路亚，施展他的大能，做医治的工作。谢谢你，哈利路亚，哈利路亚。我们坐下之前跟隔壁说，神听你的祷告，一切祝福在路上了。神听的祷告，一切祝福在路上。好，大家请坐。现在我们要开始奉献，让我们用感恩的心、敬虔的态度来预备我们的奉献。奉献是回应上帝的爱跟信心的行动。今日到主施恩座前，开始领受生命果真，神灵触摸，从心的灵，报答主恩，诚心所愿，甘心乐意，全心全意，一切所有都属你。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分别为神归于你。兄姐，请起立。到主施恩座前，谦卑领受生命果全，神灵触摸，从心的灵，报答主恩，真心所愿，甘心乐意，全心全意，一切所有都属你。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分别为神归于你。恩上加恩，力上加力，分别为神归于你。兄姐，请坐。事工分享。家人们，大家平安。感谢主，我们在刚刚很美丽的敬拜，圣灵的运行，不止在这里运行，你要把圣灵带回家，圣灵也要跟着你回家，跟着你进到学校，跟着你在职场上。所以天天让圣灵充满的人，你的问题都会被圣灵为你来解决。阿们，哈利路亚。所以你可预见你的生命的道路是阳光的吗？阿们哦。你跟旁边人，你跟他说，你绝对是阳光的。哈利路亚。那我们现在就来关心永光教会的消息。
好，这是我们每一周每一天的导读的经文。那今天呢，我们来念一次来。公义和和平是你宝座的根基，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面。诗篇89篇14节。好，什么是你宝座的根基？再来一次，来。慈爱和诚实行在你前。所以在我们的里面呢，我们都有公义、有公平，还有我们有慈爱跟诚实，这就是圣灵运行在我们里面，我们可以行出来了。阿们。好，再来。好，哇，这是我们的青少年。昨天他们跟永和圣教会有一个跨世代的篮球友谊赛，哈，哇，啊，也有壮年了，好哈，啊，壮年嘛，好 ，OK。好，我听说那个永和圣教会都是国小生，我们都是壮年，所以这个球打起来了就要稍微让给他们一下。不过很好玩哈，很好玩，感谢主哈，这样子也可以有教会彼此的联谊哈，感谢主。好，下一次呢，我们没去的都可以报名了哈。好，再来看还有什么好消息。好，这是昨天会宴牧区呢。有40位，然后呢有19位新朋友他们去到哪里玩呢？哦，野柳哈，一个非常好棒的地方，野柳。好，再来，我们的昨天晚上是青少年的启发圣灵之夜哦，青少年有38位，有4个新朋友。好，我们为青少年掌声。说到青少年，你家里面有大学以下的，请举手。家里面有大学以下的学生？好 ，OK。那你如果有大学以下的学生，他应该都在青少年里面哦，这才是正常的哦，哈。因为呢，在教会里边，神赐下教会，圣灵在教会运行，就是要保护我们的孩子。让他们不受这个邪恶的世界的诱惑影响。所以你再想一下，如果你的孩子是大学以下，然后呢他没有在青少年，那你可能开个家庭会议一下，跟他说你来到青少年，这样你就可以看到他将来的复兴了哈。阿们。好，再来。好哇，我们有很棒的受洗哦，还有转会籍。受洗呢，那base 的朋友。如果呢，你心里面，你的小组长鼓励你，你就勇敢，我要受洗，因为我要归于主哈，我要归属在主。如果你是已经在别的教会受洗，但是呢，你都在这里参加小组，你很认同永光教会的意向，那我们欢迎你。如果愿意固定在这边聚会，那你可以把你的会籍转过来哈。会籍转过来呢，当然就是因为我们是长老会的体制，所以呢，长老执事都是透过选票，没有会籍呢就不能选哈。所以我这个也让我们知道。那还有就是当我们出游的时候呢，我们的牧区大概都会出游的费用上面，教会都会做一些的补助。那当我们汇集在这永光教会的时候，这个都是我们一个参考的一个原则哈。所以，请我们弟兄姐妹，只要你认同永光教会传福的意向，就欢迎你加入。阿们吗？你来跟旁边的人来，你表达永光人的那种的热情，你跟他说：“我欢迎你加入永光教会。”哈利路亚，感谢主哈。好，来永光教会都是要来服侍的哦，不是来吹冷气的哦。来永光教会就是要把神国的使命带出来哈。好，所以你看到永光教会充满了喜乐，然后呢，也充满了勇气跟信心。好，另外呢，我们这一期都是启发的细胞小组哈，启发幸福小组。那我们在6月6号有一个启发周末营，其实就是圣灵的周末营，非常棒。透过这些新的朋友，然后他们呢每一个礼拜看到启发的影片，慢慢的累积，慢慢的了解之后，然后我们要把它交在圣灵的手中，让圣灵来运行在他的里面，更新他的生命。这个你所带领的 base 的。
他就全然的被神使用哈，带来兴盛。好，所以呢，如果还没有报名的，我们来邀请我们的贝斯特来报名。那说明会呢，改在下个礼拜后，好，下个礼拜后才有说明会。好，接着，好，这是我们的各个小组的幸福小组的启发哈，我们看一下啊，每一个小组都充满了他们都很期待有这个幸福小组哈，而且看启发很棒哈。我们每一个小组我们欣赏一下，好，再来，就是空调来这个所有坐在各处角落的，你们吹的感觉怎么样？不良的那个角落请举手，不良的位置，我们永伟长老要监工，他要看一下。好，青出长老，你一直流汗，来，永伟长老把它拍照起来。你穿太多吧？没有哈。那个中青，你那边也不凉。好。那边很凉。好，那个地方哈，好，来，你那个位置上面你没有穿毛衣，可是你真的是不凉的。好，来举手一下，永伟长老看一下。好像就这个地方哦，永伟长你可以站起来看，没关系。好，就这个地方是不是？好，那我们给你们加一把电风扇好了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的，因为我们现在也是在试机当中了哈，是好，所以我们永伟长老开始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那个修缮款好不好？来到这边来，现在来到多少了？380万，大概还差20万哦哈。好，我们下个礼拜把它完成好不好？好，下个礼拜哈。上帝也让我们帮助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整个的修缮都能够非常的完善哈。是，那我们现在呢刚好把冷气修完，那现在呢接着电梯，好，我们的大楼他们现在要修理电梯，2部电梯哈，那已经用了25年了，要不要换？要换。所以呢，换了电梯对我们永光教会来讲，也等同我们换了新电梯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不止永光教会的人，就这边的住户他们每一天使用这个电梯。所以我们呢有一个我们的 slogan， 我走楼梯，电梯留给你。我们跟旁边来说来。好，现在牧师来，请问一下。依你的身体的健康程度呢，不太 OK， 你需要坐电梯的，来，请你举手一下，好，不要客气哦，你膝盖有问题，然后你就坐电梯。好，我们四处看一下，认一下这些人。OK， 好，我们的长者千万不要勉强。你身体呢头晕然后脚痛你都坐电梯哦哈。那有一些人应该坐电梯，为什么没有举手？你要坐电梯，你没举手，我会很担心哦。OK， 你的旁边你觉得他需要坐电梯，但是他没有举手的，你帮他举手。OK， 好，拜托你一定要坐电梯哦。好，是好，所以我们很清楚，我们也让大楼的住户知道，我们的永光教会是一群爱主的基督徒，因此在这段期间，他们最怕那个电梯都被我们永光弟兄姐妹占走了，所以我们就跟他们讲说，不会，我们永光教会现在是我们做见证最好的契机，阿们。是，所以我走楼梯就可以见证契机，阿们。好，所以呢，我们呢也来了解那。等一下，有这些应该这样坐电梯的就不多，低场的坐电梯的比较多。好，所以你如果3楼到4楼，要不要坐电梯？不要，请你走楼梯。我现在指的都是那个可以走路的可以走楼梯的。那你需要坐电梯的，你怎么坐都没关系哦OK， 好，我们再来跟旁边来，再来彼此提醒一下来，我走楼梯，电梯留给你。好 ，OK， 好，再来呢，5月31号呢是俄牧老师会议，来留意一下。
好哇，昨天呢是会宴牧区带去野柳玩，那现在呢我们有好几个牧区要等着带你们出去玩哦。好，我们国宾牧区呢在接下来的礼拜六上午7点半集合。那国宾牧区呢这边还有5个名额，哈。那你如果有带贝斯的话，你可以来参加。这是国宾牧区，他们要去野柳玩，然后呢，兆明呢，他们呢轻松体验游，也是要去野柳玩。这野柳这么好玩啊！而且呢，他们还相约说，那这样我们就同一家餐厅吃饭好了。哇！他们在永光教会大家一起见面敬拜，很快乐。连出去玩也要约同一个餐厅一起见面，很快乐啊！这感情这么好。好，兆明牧区呢也是一样，礼拜六早上7点半，他们还有4个人。兆明长老有没有在这？兆明，好，4个吗？额满了。哦，说几个就几个。好，我们兆明牧区哈，那好，所以现在是2个牧区的都是礼拜六哈，你们不要坐错车子哦哈，不要说我都去野柳我就随便乱坐哈，不行，你要认你的领袖国宾长老或者是兆明长老哈。好，然后我们看下一个是不是也去野柳？哦，杨琴要去哪里？他们要去金山净滩哇，这个非常爱土地哦。好，我们年轻人他们有这样的行动，所以我们年长的要支持他们，也可以来报名参加。好，所以你们现在还缺几个？都满了。自己开车去哦。好，这边的弟兄有参加吗？建宏，你旁边的这位弟兄，我好像今天才看到他。好，你要带他去哦，好不好？好，这建宏这个都是我们很优秀的，他是你的同事是不是 ？OK， 好，再来，好，还要去哪里玩？哇，丽娜牧区要去，这是国外吗？北部，还有多少人？额满了，怎么可以呢？我还有好多人想要去呢，哇，额满了哈，所以真的以后报名要快一点了哈。永光安排的地点然后他们的小组长团队铁三角都很会安排，有吃有玩，然后还有抓的，好，接下来还有一个牧区哦，哇，秀莲牧区要去宜兰的传艺中心，哇，他们在那边也接下了很多好玩，听说还要去抓鸭吗？是吧？鸭子啦，是。去找鸭蛋哦 ，OK， 真的鸭蛋吗？咸鸭蛋，好，喜欢吃鸭蛋的来报名。宜兰传艺哈，是我们秀莲他们的牧区。好，那再来就儿童了。好，儿童你的小孩就可以来参加司马县部落，在那里可以看到云海跟夕阳，超级美丽的哈。好，接下来，好，我们的撼动星球是青少年主办的。那由永光主办，然后其他的教会来参加。我们现在已经超过120人以上了哈。我们还有9个名额，所以你的孩子如果是在大学以下的，欢迎他来报名，因为他来参加之后，你会发现他有很大的改变，所以这是带有能力的营会。OK， 好，接下来，好，那接下来呢有一些带导的事情，我们要来关心，就是我们的小婷。常常在这边唱歌的小婷小婷有在吗？小婷哈，好，小婷哈，来，小婷你站起来，因为等一下还有一个小婷，这是我们的小婷哈。小婷呢，她常常在这里服侍，那她有时间，她就要回高雄去照顾她的母亲，她的妈妈在上个礼拜蒙主恩召，好，所以呢要在高雄来举办告别的礼拜。所以呢，我们持续为小婷的妈妈潘之凤姐妹是一个非常棒的妈妈，所以也纪念她呢。我们为小婷他们在家里面的后事的办理当中都有神的智慧。好，接下来下一个是阿秀姐，阿秀姐，那我们阿秀姐就是卖那个上海肉粽，
有吃过上海肉粽吗？好，他们家是上海肉粽嘛哈，对，他就是那个上海肉粽的创始人阿嬷哈。那现在都交给他小孩了。那阿秀姐她是一个信仰非常棒的，她呢过去都是在永光教会礼拜，那她现在99岁，在家里面自然离世哈，是所以定在6月4号的礼拜四下午有告别礼拜在二滨。那因为他没有在小组，他的儿子也没有在小组，所以多数人不认识他。所以我们同工如果这一天呢没有工作，有时间的话，我们一起来为这个家庭带来安慰，来唱慰诗哦哈。好，大家留意时间再来。在昨天晚上呢，邱小婷哈，小婷这个小婷，邱小婷是哪一个小组的？慧华是仲贤的太太哈。那小婷呢，她昨天呢去参加惠园牧区的野柳的出游。那晚上呢，她的父亲蒙主恩召在彰化。那我们周报上一直都为求邱习清这位弟兄祷告哈。那在昨天晚上神把他带回天家，所以小婷跟仲贤就即刻的赶回去彰化。所以呢，我们也持续为他们这个家庭来祷告，上帝带给他们平安。好，那这些是我们的弟兄姐妹，他们遇到难过悲伤的事情，我们就纪念他。那另外一个消息呢，就是我们的青年呢，潘恒宇哈，他现在是法国、英国的音乐家。那他呢，刚好这一次他的乐团叫做法国广播爱乐乐团也是非常有名的乐团。昨天在高雄卫武营，今天呢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来演出整个有相片吗？就这样。他们整个的乐团哈，整个管弦乐团将近100人哈，所以他们到中国、到日本，这次排到台湾，哇，小鱼最高兴了，因为台湾是他的国家，所以他们都可以认识台湾哈。所以现在还可以连结购票哈，然后今天晚上如果可以的话，那就在台北国家音乐厅来领赏。小鱼他们整个的乐团的演出。小鱼在去年还在疾病的一个困扰当中，但是神完全医治他，他可以恢复工作了，阿们。这是一个极大的、极美好的见证，是把荣耀归给神呀。去年哈，牧师还去到英国去特别为他祷告被神医治了哈，所以他现在可以恢复这样长途的旅游，然后去演奏。这就是我们永光人共同经历到在他身上医治的见证，可不可以发生在你的身上？那是确然的哈，所以神必要医治我们。好，那在这个时候我们要来持续的为吴文章弟兄，还有明珠姐，就是万事通的妈妈，万事通就是建宏。好，就是建宏的妈妈哈。好，那吴文章弟兄是恩慈的爸爸，我们持续来关心这2个家庭。好，再来 ，OK， 好，那旁边的人有没有不认识的 ？OK， 那都认识了，那我们就要彼此来大大的来祝福。好，我们这边有新的朋友吗？一静，你旁边是你的朋友吗？是，上礼拜。上礼拜你们有了，所以来第2次了。非常欢迎。好，太好，好 ，OK。好，每一个都是神看见的你就是最宝贵的。一同起立，我们一起来。要给出大大的爱哦。愿你有个好心情，平安喜乐在心。我们来祝福你，每一天有盼望，有能力。好，把我们的手大大的爱分赐出去。爱你，让它安慰了你。
来祝福的祷告。愿耶稣基督的救恩、上帝的慈爱、圣灵的引导、扶持、光照，让你们这礼拜都经历他的同在，也这礼拜的家成为基督的家，从今直到永永远远。阿们。阿们。阿门。主日再见，请坐。When I was searching